风台用流可能会增强，变做中度风台。气象署预告，上紧明仔中昼就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拜三会对华东地区来定着。日本台湾交流协会指出，有愈来愈多日本游客伫台湾当着蒸馏啊，尤其是九份啊、树林夜市、捷运中山站等等在观光景点。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今日新闻头起先，赶紧来关心这风台用流是直直往咱台湾架过来，而且有可能会阁增强，变做是中度风台。气象署是预告，上紧伫咧明仔中昼就会来发布陆上风台警报。也拜三，这风台有可能会对华东地区来登陆。不过真紧哦，可能伫咧一日以来，这风台就离开咱台湾。总是讲这拜三、拜四风雨是上大时阵，全台湾拢有可能会落雨，尤其是华东也阁有南部山区，会当看到这张预测的图，又阁全部拢是橘色，代表咱得爱注意，恐惊是会阁再落大水雨。轻度风台洋流向台湾东海岸部部逼近，也有可能穿过台湾本岛，而且强度持续增强，有可能达到中度风台等级。气象署预测，拜三影响台湾上界激烈，花莲、台东这个所在拢有可能是定流的地点。若做路线不变，上紧拜一半暝至拜二早起，就会发布海上风台警报；拜二中昼日卡到会发布陆上风台警报。最高几率会登陆的地点会落在南花莲、台东的这块区域，其次就是在花莲、宜兰这块区域。那目前的状况都是比较偏南边一点。因为风台从对台湾过来，根据气象署120点钟，风台暴风侵袭记录显示，到拜下晡2点，全台湾包括台东县、嘉义县市、云林县等，已经有6个县市暴风侵袭记录超过9成。台中、中华南投等6县市也达到8成。重是全台12县市有一半气候风台暴风圈侵袭记录超过80%。气象专家提醒，洋流风台虽然范围小，不过强风大水雨的威胁也是要注意。在迎风面，也就是所谓的宜兰以南地区，都是它的这个迎风面的地区，也是属于剧烈降雨以及发生强阵风最为显著的一个热区。气象署表示，因为风台影响，拜三全台湾拢会落雨，尤其是华东地区、南部山区，一定要注意有局部性大水雨以上等级发生的机会。提醒民众爱做好防范风台准备，不过风台路线甲强度也是无确定，请民众持续注意气象署发布的最新预报资讯。记者采访报道。风台洋流特别对华东地区来定流，真侪农民拢赶紧伫咧抢修作物，加强防灾准备。第三区包含着福寿山农场、武陵农场等等，拢宣布明仔下晡开始要升预防性休园。那往回这绿岛甲南树的船帮嘛，拢宣布讲，明仔中昼以后，这船帮全部拢要取消。洋流风台可能直接向台湾来，当然后壁种芭乐的农民赶紧架设竹篙啊，强调芭乐树，搁采收存无偌济芭乐。农民表示，顶回丹那市风台来袭，就已经将10几万粒的芭乐全部毁掉，即马搁拄着洋流风台下当了的芭乐也存无偌济啊。洋流来，我看哦，损失不到1成啊，因为剩下2成啦。如果再来，这就1成啊，我们就剩下1成可以采摘啊。因为风台路线往南修正，可能伫花莲、台东一带定着。台东种雪茄的农民一点仔拢唔敢带去，尤其大目雪茄当日结果，农民透早就开始修剪雪茄的树枝，搁先采收大果，减少损失。应该加价，安尼较唔要损失遐济，较袂倒涨的遐济安尼。伫花莲水尾的护工文带油，过2礼拜才会完全成熟，品质甲口感才会达到上好的时机。当地农民决定无抢收，要甲提供白也拼一下。要等2个礼拜之后，文旦柚才会完全的成熟。我们现在农友决定是不抢收哈，那也决定说跟老天爷赌一把。洋流风台来甲真凶，福寿山农场甲武陵农场拢宣布，拜二下昼起实施有警性休园。伫海运方面，花莲渔港有真侪渔船拢无出港，加强风台准备。小型船业者也会看风雨的状况，随时调整敢是出航。交通部航港局是公布，拜二中昼过了后，到拜三规日，台东来往绿岛、台东来往南屿、后壁湖来往南屿船帮会全部取消，请离岛游客注意船帮的动态。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伫咧苏格兰爱丁堡一座真出名的死火山景点亚瑟王座传出来火烧，目前是无造成伤亡，不过这火势是拖得真紧，园区有几个所在是拢暂时封锁起来。另外，伫咧西班牙甲法国嘛拢有传出火烧波，因为当地是当着40度高温的热流，消防单位嘛拢谨慎地应对。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的有名地标亚瑟王座一直飘出火烧了后的乌烟，几公里外的地点会当清楚看到向顶面冲的乌烟。查在这座死火山景点发生野火灾害，火势真紧炭烧，无情当时爱丁堡的旅游大会——爱丁堡艺术节甲绿洲合唱团演唱会陆续登场，当地约有大批的观光客。好在目前无传出伤亡消息。亚瑟王座所在的荷里路德公园也暂时关起来，这是伫7月中苏格兰高地了后，当地佫传出野火灾害，因为苏格兰各地为5月以来都面临欠水，互拍火工作佫较困难。伫西班牙西北部卡斯提亚莱昂的野火继续炭烧，受到小型无减加强风的影响，火势一直炭开，也影响世界遗产拉斯梅德拉斯金矿山区。因为火场有几个所在，当局怀疑部分灾区有人放火，目前超过1400人被迫撤离工园，也有居民无愿意离开。La gente se marchó, pero los que no nos queremos marchar no nos marchamos, porque sabemos que no van a hacer nada. O sea, no lo han hecho durante todo el año, o sea, durante todo el día. 当地政府紧急调派军队的消防单位加入拍火行列，因为这波极端高温有假会继续到10时。民防单位经过野火受灾规模，恐惊也会扩大。另外，伫附近的法国南部地中海地区，采购爆发的野火烧掉16000公顷的土地，也造成死伤灾害。会当讲是1949年以来规模上大的一场火灾。目前火势已经有较缓和啊。Le feu est désormais maîtrisé. À 18h, le feu est maîtrisé, ce qui suppose tout de même de maintenir la mobilisation. 因为当地小影还未缓和，气温会当升到40度，加上气候大暑，所以消防单位警告，无排除火灾会佫倒起来。公视新闻刘淑芬编译。土耳其发生规模6.1的大地震，深度敢若11公里尔尔。当地是有10外栋的厝倒去，真济民众受困，也造成1个人死亡，29个人受伤。这位被逮到的民众正紧就被救出，这栋建筑物规个倒来，内面还阁有偌侪人，因的情形如何也唔知。另外一栋建筑物也倒来，涂骹有真侪大型的石头堆甲砖仔架。伫土耳其西北部巴勒克埃希尔省，初十暗7点53分发生规模6.1的地震。震央伫咧森德格顶，伫咧伊斯坦堡北平200公里的所在，拢感受到地震。Bütün çocuklar çok korktu. Ben yolda geçerken cam Daha hiç böyle sallanmaya başladı. Balıkesir'de böyle bir deprem hissetmemiştik. Yani çok şiddetli bir deprem oldu. Herkes dışarıda şu anda korku içerisinde. İnşallah tekrarı olmaz. 这边地震加10几栋建筑物又加倒去，内政部长叶利卡亚讲，震央森德格顶有真侪人被逮掉了救出，伫咧附近的格尔居克村也有几多栋厝倒来，村内有一座清真寺的尖塔也倒来。土耳其灾害甲应变管理处表示，这边地震了，如果发生几多变地震，包括一变规模4.6的地震尾，当局叫民众莫阁入去受损的建筑物。土耳其伫2023年就发生规模7.8的强烈地震，迄当阵伫咧南部也个东南部的几个省份，造成53000人死亡，几十万栋厝受损。迄当阵边海国家叙利亚北部有6000人不幸死亡。公视新闻吴文玲编译。美国总统川普甲罗西亚的总统普廷15特别伫咧阿拉斯加来会谈，要敲击俄乌停火方案。专家就认为讲，这美国甲罗西亚会选择伫咧阿拉斯加会谈，都是无想要去受到欧洲国家也是美国民主党阵营的干扰。专家嘛认为讲，这乌克兰若想要恢复较早的国界，是无啥可能的代志。当地川普政府提出美罗阿拉斯加国防会也甲可能促使俄乌交换目前控制区域，才通有停战协议的想法了后，英国、德国、法国主要的北约欧洲会员随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召开会议，声明欧洲挺乌克兰，未甲罗西亚交换土地的立场。前苏联出席的英国学者也甲罗西亚媒体今日罗西亚拢同时指出，川普选伫阿拉斯加举行国防会，都是无想要互西欧各国有机会干扰。当然，兰卡罕较位的所在，安全维护嘛更加简单。
From Russia's perspective, they don't like the Europeans, and I think having a summit somewhere far away from Europe, excluding Europe, is a way for Putin to say, "Look, Europe doesn't matter. We have our own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副总统范斯进前接受电视专访的时阵指出，美国除了伫经济甲军事对乌克兰已经尽力帮衬，也强调美方的提议会以目前陆乌两军接战的前线为基准。If you take where the current line of contact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is, we're going to try to find some negotiated settlement that the Ukrainians and the Russians can live with, where they can live in relative peace, where the killing stops. It's not going to make anybody super happy. 分析家原来有类似的看法。It's unlikely that Ukraine right now will regain its borders up to, borders of 1991. It's just plain unrealistic at this point. However, preserving Ukraine's independence, that's a key issue. 学者指出，川普伫促成以色列甲伊朗停战，也甲亚美尼亚甲亚塞拜然和谈了后，更加期待会当促成陆乌停战。今日罗西亚分析认为，阿拉斯加有美陆共同历史渊源，也是二战期间美国大量军援苏联的据点。对于美国甲罗西亚双方来讲，有象征甲实质的意义。公司新闻7家人编译。讲到美国要另外甲咱扣20%的对顶关税，而且原底税率嘛得爱做伙算，这件代志是引起各界议论。今仔下晡，行政院副院长陈立群就出面来说明台美谈判进度，讲因为真侪国家拢要来敲切，而且咱台湾的主通性产品出口去美国的较侪，若要谈判就较复杂、较困难。不过，因会继续来争取降低关税，卖另外加关税，而且嘛强调讲，在台美的谈判无互相作业。美国对顶关税，台美谈判进度大家正注意。在下晡，行政院副院长陈立群、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振宁，带真济下晡的首长召开记者会，面对这阵啊关税谈判秘密作业的质疑，甲各他起的关税计算做一个回应。去年的贸易逆差是739.2亿，当中有90%是逆差。是来自于半导体、资通讯产品、电子零组件等 ICT 产业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持续的沟通232条款相关的议题以及供应链的合作。陈立群解释，目前谈判进度台美也持续伫磋商，包括8月7关税上路迄案都有视讯会议，顶礼拜4、拜5也有视讯磋商，强调台美谈判卡条的，主要是因为咱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9成是 ICT 产业，相关供应链合作的沟通真复杂，双方会就232条款对顶关税同齐做伙磋商。美国未来希望成为世界 AI 中心，而我国在半导体及高科技产业长期跟美国的高科技产业是互补合作的，所以未来双方互补合作的空间非常的大。这也是一个战略性的合作。我们希望谈判结果除了再降税率，也能够开启一个更好的我们的产业经济的国际的布局。行政院讲，目前进度是技术性磋商大概先完成，但是对顶贸易的主要协议已经达调伫磋商，不过非关税部的障碍，也就是产业是不是开放，也未当公开。另外，对美国投资金额嘛，也未定出来。那因为我们的工具机产业事实上一直在升级当中，主要的竞争对手就会遇到的是德国跟日本。那这一次来讲，的确，经过这个暂时性的这个关税以后日本跟德国基本上关税是比我们低一点的。行政院分析，对于产业影响，像讲工具机、兰花、飞蛾虎，咱较书面；其他像手工具、水五金、塑胶，因为竞争对手是中国、越南这个所在，有希望减少冲击。劳动部嘛公布，这波关税冲击可能会有4.2万人面临失业、减班休困，会推出薪资差额补贴，也甲减班休困训练补贴，两个会当合并来领。记者采访报道。真侪外国人来台湾佚佗，拢会学到台湾的热情甲安全。不过，其实即马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就指出，有愈来愈侪人伫咧台湾撞到真溜仔，尤其是伫咧高雄树林夜市甲捷运中山站等等这观光景点。因为咱的警方嘛讲，会搁再来加强巡逻，就惊台湾的名声拍歹去。调工提出雨伞集体带入花间，营造烧浓的假象，其实是要趁机会偷摕物件。永康相关的这个涉案被害真是来自日本，经过警方调查，锁定4名菲律宾籍的嫌犯，也毋过人早就出境。不少外籍旅客来台避访的永康街商圈，现在被日台交流协会点名发生了日本人遭窃案件，提醒来到这里的日籍游客要特别留意扒手。
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伫官网发出公告，真代表提写到台湾整流案件定现相关的趋势。那提高永康街、高分啊、树林夜市、甲捷运中山站一带夜航集体点名有日本人被害個案。すごく治安がいいと思います。夜も出歩けるので、すごく安心して旅行楽しいと思います。今まだ着いて2時間ぐらいしか経ってないので、危ないところには行ってないですけど、楽しいです。根据警方统计，今年到8月受理日本籍旅客伫台湾风头提案件，台北市已经有11件，新北有5件。犯热点集中伫老街相关夜市等地。对比零数据，全台接到日本籍报案，更较为2022年的个位数，到今年7月已经14件，同年提升。原本有查到2名的是蒙古籍的犯嫌后，有涉及窃盗案，那我们目前正在扩大清查中。另外，我们有结合双北的扒窃小组后，来共同交换防窃的情资，进行区域联防，会持续的来加强宣传，并且继续的努力，让所有的旅客能够有一个更良好的旅游环境。其实，伫高分啊等地入口所在登记税有告示牌，用中英字韩4种语言提起注意前流啊。不过，面对日本罕见的声明，警方也加强巡逻，提升警警率，就惊这个工具引起治安稳休，冲击外国旅客来台意愿，更加升动台湾的国际形象。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基隆有一搭较外山的社区，伫1楼互囡仔佚佗空间内底，竟然是出现这毒蛇旧壳花，而且佫有去夹着一个查甫囡仔的脚，好佳在有赶紧来处理急救，这个囡仔无生命危险。消防员紧急做救护处理，不过查甫囡仔也是妈妈好，感觉是真疼。详细一看，查甫囡仔倒只脚盘，有风加伤，空吹4颗围拢整起来，原来是互亲戚儿童游戏式的毒蛇牛角花夹着伤。消防员发现是蛇夹着伤，随送去基隆长庚病院做会清，已经无大碍。迅速帮小朋友做初步处置之后，我们赶快送基隆长庚医院。那小朋友送医后是无大碍。夏季是我们蛇类的一个活动高峰期，那有前往山坡地或临近区域的时候，要注意记得安全。基隆动保所协部请猎蛇手上到现场猎蛇，原来这个社区瓦山边游戏间位伫1楼，蛇才会顺势走入去内底。社区就我所知，它其实靠在山边，蛇就是从外在的环境顺着中庭进到游戏场内。那我们就是统计一下，去年1年就抓了600多只，1/3，将近200多只是龟壳花。专家指出，台湾6种有名的毒蛇，牛角花、目镜蛇、雨伞蛇、8步蛇、7步蛇，也佫有赤尾青蝶虱。其中牛角花活动区域挖进人类住所，甚至秘伫厝内暗的所在。龟壳花它本身在台湾是比较广泛分布的，春夏就是它们繁殖的季节，所以它们现在的数量会比较多。居家的环境其实对很多的小动物来讲，就是蛮舒适的，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可以躲藏的地方。专家提醒，若拄着毒蛇，唔免惊吓，保持距离，因就会慢慢来离开。若无细腻，护蛇家一定要记哩蛇形状、花蛇，将资讯提供给医生，对医生判断使用血清有帮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明华园戏剧总团一出解bài館傳說，是對1993年流傳到今，演出來自敵對兩國的男女主角面臨種種挑戰的愛情故事。今年加入新世代演員來傳承，嘛融合創新的元素，重新要來呈現一出經典的戲文。两国小队敌个男女主角交换名剑做定情信物，不过因的恋情却无法度受到祝福。女主角的老爸为着争夺江山，要甲嫁予别人，两人拄当真侪挑战。明华园戏剧总团一出解bài館傳說，是自1993年首演以來傳到今的經典作品。棉花園表示，為着要讓戲出通對得到現代思想，唔但凸顯女性為愛殺出萬中為的勇敢，嘛用阮男性展現悲傷脆弱的一面。在咧這個過程中，本來其實看到一個查某囡仔就脆弱、就可憐，但是這屆阮看到的其實是這個角色，伊非常的有力，這個力是女性散發出來的。
棉花园自日本时代1929年承办到当800年，为着要让歌戏通继续传承落去，今年改版管传说传承版，加入侪新世代演员。有演员表示，家己接锁伫咧西湖顺水坊后壁也未演出压力真大，为着要有好表现，团队原来下真侪功夫。因为头前老师的铺陈真重要嘛，爱谈恋爱，爱国家。爱个贵，爱个靠，爱个找，嘿，我若上尾代无家做好，就对不起老师啊。对，所以我感觉压力足大个。就亲像阮伫咧即个大家庭共款，大家做伙拍拼，为着即出戏，大家为着共同的目标，安尼努力。棉花园的改版馆传说，伫世界5大洲都捌演出过，32年来全球上无有50万人看过。今年由新世代的制作团队接手，对舞台服装等等的设计发挥创意，和传统歌戏结合现代剧场和电影的节奏，打算9月20、21伫咧国家戏剧院演出，希望让戏迷看到老戏出的新灵魂。记者卢尚珠、林晓凯台北报道。伫咧古巴最近这几冬，因为经济无好，真侪人选择移民离开国家，所以将因的动物判乌白放杀，也真侪饲只的猫仔狗仔善心人士嘛无法度搁再来负担饲料的费用，即嘛只好向这观光客来讨救兵，希望会当来照顾无辜的动物。听到敲鼎的声音，然后就赶紧过来到盘内底找物件食。已经81岁纳丽达是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居民，伊每日拢会饲社区内底猫狗食物件，数十年来拢共款。原本家己出钱买饲料，或者是有业者提供村的菜。啊，不过这几年钱地空空，互伊只好向观光客求助，希望继续互猫仔食饱。En mi vida le he pedido un plato de comida a nadie para darle a mi gato. Nunca yo he pedido un plato de comida, es que yo no le pido nada a nadie. Yo empecé yo sola. Y ahora como me veo apretada con el problema del turismo que casi no hay, con el problema que tenemos en este país, que estamos un poco en baja, ¿no? Ya subiremos algún día. 古巴这几年受美国制裁、新冠疫情、通货膨胀这因素冲击，经济情形无好，为药品、电力到汽油，什么拢欠，真侪人连正常生活拢感觉困难。部分民众选择移民离开古巴，所将因的宠物拼在街路。Yo pienso que sí hay muchas personas que sí los ayudan. Lo que pasa es que es demasiado. Mucha gente en vez de esperar para poderse llevar del país deciden dejarlo en la calle o simplemente los abandonan y ya. Como si fuera algo, es difícil. 有真侪人想要斗相共，部分经济靠靠厝边愿意接手来饲，甚至尽养照顾。也有兽医师自发为因健康检查。不过流浪猫狗数量是真侪，个人力量有限，要如何管理依然是一个大问题。虽然官方也捌推动计划，为猫狗绑起来，搁做疫苗，而且挂吊牌标识。不过目前政府在讲困难，大量流浪动物已经超过能力负担，计划也无法度完全落实。公视新闻由派准编译。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俊，祝您平安顺心，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